好啦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漢嘅頻道。嗱，我係 Benny 啦。咁今日嚟到我哋今年2026年1月份嘅大減價嘅最後一日啦。咁咧，我發現到有一對相當之值得擁有嘅喇叭，仲喺我哋個貨場裏邊嘅。咁就係我面前呢一對嘅 Rogers LS35A 嘅 Classic 經典版本。嗱，首先我想同大家講一講咧，市面上其實都有唔少有出 LS35A 嘅牌子啦，同埋型號啦。咁但係我想強調一樣嘢，就係每一對 Rogers 嘅 LS35A， 包括我而家推介嘅 Classic 啦，又或者75週年咧，都係經過 BBC 認證嘅。嗱，呢一點作為一個本身都中意音響嘅我自己嚟講咧，我覺得係幾重要考慮嘅一個元素嚟嘅。因為如果玩得35A，梗係玩有 BBC 認證㗎啦，大家話係咪？嗱，咁規格我相信大家都清楚㗎啦。我哋喺度講價錢有幾吸引。咁呢個原裝已經翻英國做嘅 LS35A 就原本就係3萬幾蚊嘅零售價嘅。咁大減價期間咧，呢一對陳列型號我就頭先拍片之前望過，相當之企理嘅，咁只係賣2萬零蚊啫。嗰個 discount 幅度都幾大㗎。呢1分鐘你望到條片，而係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7點前上嚟我哋駱克道188號兆安中心5樓嘅陳列室。再見。